的读上帝的话。罗马书3章21到31节，请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受为义。这样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阿们。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再次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在这里的聚集，就是见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施下的恩典。主，这恩典是我们都犯了罪，但因着主你为我们流的血，我们有那个非常不可能却可能的生命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窍，领受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心意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将以下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一起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。还记得上次分享的时候已经是去年的时候，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耶稣为什么死。我想这个题目真的是会感觉到有一点重量，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，又看到这个图片，就会觉得好像很严肃。想到耶稣的死呢，就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象征，就是十字架。不知道在过去大家的经验里面，想到十字架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我还记得上学期毕业讲道完的时候，我们在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就送我一个十字架。这个是每一个到硕3年级读神学院的学生，到了3年级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要毕业讲道。然后这毕业讲道呢，对于神学生来说呢，就很像是那个打电动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都会打很多关卡？然后打到最后一关的时候，终于噔噔噔噔噔，我过关了。然后毕业讲道完成，这个朋友他送我的那个十字架，我拿在手上，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感受到上帝的这个十字架，透过这十字架的意义，让我觉得很荣耀。但是这个荣耀的十字架，在过去却是一个折磨人跟
处决人，让罪大恶极的人用钉上十字架的方式来死的一个刑具。但对今天在这里的我们来说，它却成为基督教最有代表性，而且最容易被辨认的象征。为什么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呢？耶稣为什么要死？他的死有什么重要吗？他的死带来什么果效吗？新约圣经说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明白这些答案之前，就要先来看一下这些问题的根源，就是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？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要来放一个影片，就来看哦。从头。
年的学青他们所演的一出戏，而且非常叫好，叫做从暑假开始一连演到了今天，还可以放影片让大家来认识。这个戏的名字叫做《新阙》，简单讲就是罪的位置。他们用很简单而且很风趣的方式，表达了每一个人我们的状态，就是每一个人面对罪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胜过。这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呢，或是在现代意思，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罪，就会想到说，可能是哪里做错事，可能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。在罗马书中也表达了，罪就是对犹太人来说，就是他们犯了上帝的律法。犹太人呢，他们为了要活出上帝的公义，他们制定了按着上帝的心意，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上帝的律法，而且怎么样，代代相传。可是到了初代教会，福音开始传向了外邦人。一个教会里面有原来守着这些犹太律法的基督徒，也有后来因为福音信主的外邦基督徒。这样来讲好了，有没有人你是第一代基督徒的，请举手。我们当中蛮多。好，手放下。有没有人你是第二代、第三代的基督徒？举手。我也是。在一个教会当中，特别是在罗马，当时那个罗马教会当中，有原来他就是在教会长大的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那也有是他因为人家跟他传福音来到教会的。在这个教会当中，他们每一个人面对不一样的文化背景，面对不一样的生活习惯。有些刚来教会的人，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做礼拜。但是如果你是在教会长大的小孩，你就会想说，对啊，每个礼拜就是要来教会啊，不然我要去哪里？面对这样子不同的想法，教会好像有一些对福音有不一样的看法。在罗马教会里面，当时有许多的人觉得，我们这些人所相信的福音才是对的，你那个方式不太正确。有的时候会觉得说，这个原本就是要这样做，因为传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。有人会想说，我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比你的好啦。所以保罗在当时面对罗马教会，他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将福音真正的核心、真正的中心指出来，希望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不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教会，不论你对这个信仰认识多少，都能够因为基督的福音能够合一。因为基督的福音，我们可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的确，不论在哪一个时代，或是哪一个教会、哪一个社会，即便在家庭里面，都一定会有法律的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所说的，罪呢，并不是凭空生出来的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律法，才知道什么是犯法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就是我们知道遇到红灯的时候要怎么样？要停吗？遇到红灯的时候要没有反应，大家都闯红灯吗？没有吧？然后遇到绿灯的时候要怎么样？要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就是红灯不停，然后刚好你又遇到警察的话，我之前很常就是会被家人就是
就会提醒说啊，你觉得不要闯红灯啊，怎样怎样怎样，会罚很高啊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会很常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威胁一样，然后但是后来我就特别去查了一下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其实像现在呢，闯红灯呢，就是最少就是要罚1800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只是想说，其实我没有，我每次都是技术性的，就是我就红灯右转，然后红灯带转，我就用各样的方式，你还是会知道，如果被警察抓到，还是要罚。就是因为知道有一个标准在那里，知道上帝对人有心意，有一个标准，才会知道说，其实他那个心意在这里，对我们的人的标准在这里，但是每一个人呢，都在这里，都不合格，而且不是到只有现在，是从亚当夏娃开始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罗马书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没有办法胜过罪，而且在世上不断的被罪影响。这可以从4个面向来看，也像刚刚的影片一样，它有时候就像一出连续剧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。第一个呢，我们一起来念罪的毒害。在马可福音当中有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马可福音在这里说到，能够污秽人，能够使人的心有上面这么多状态是从里面出来的。而且在这经文前面一点点，他说从外面进来的不能污秽人，而是从里面出来的。然后这些是什么呢？就是心里面发出了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恶，它是罪的毒害。第二个，我们一起来念罪的权势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从罪的毒害开始，心里有那样的思想意念，结果接下来是什么？就进入到那个罪里面，就变得罪的奴仆，因为你一直都在想这样的事情。举个例子就是我觉得我不好，所以你跟任何人互动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他跟我那样讲话，一定是因为我不好了。接着我们就被这样的想法给捆绑，成为他的奴仆，在罪的权势当中，它所带来的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第3个，我们一起来读罪的刑罚。在这里说到，我们一起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接下来一直在这当中的时候，就很像一个刑罚一样，让我们每天都很痛苦。因为我就是这样想，我就是没有办法。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，有很多的人，他们陷入在很深的忧郁里面，他们的心里面非常的黑暗、负面、痛苦，甚至开始因为这痛苦无处发泄，就用自残的方式。更严重的是，他就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。所以圣经才会说到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造成了一个最终的原因是，我们跟上帝有了因为罪造成的阻隔。我们一起念罪的阻隔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耳朵并非不能拯救，
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一个人从心里面的思想开始，而且你会发现哦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不会只想一次，你会想1次、2次、3次，很像就是在心里练习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你就会陷入在这样的想法里面，然后照着你所相信的去行呢，从里面发出的罪，最后让人有了行动。这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捷运杀人事件。2年前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的人生中，新闻说他从9岁就开始有了杀人的念头，不断的在心里面一直想罪的毒害。接下来呢，他开始被这个想法给困住，罪的诠释，以至于他决定要开始计划有一些行动。其实这是一种刑罚，如果我们现代人知道的话。最后他就做了这件事情。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见，上帝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是真实没有虚假的。因为圣经怎么说？我们一起读：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可见的，一个人他的心里相信什么，其实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你所相信的，你的生命就会朝向那个方向。你所相信的，你就会一直往那里走。罪的存在使人跟上帝隔绝，让人没有办法活在上帝的赐福中。但是人又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罪，那该怎么办？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会坐在这里的原因，因为神做了一些的回应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：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医治了。我们要先来看这一段的影片。这段经文所说到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中文是说，使我们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台语的翻译我非常的喜欢，他说：罪迄名死的人为向义迄名活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刚刚有说到，人的心里相信什么，他会一直往一个方向走。我们就一直往那个方向走。刚刚经文有说到，4人都犯了罪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往一个方向走。有时候走一走，再走一走，回头看的时候，发现我离原来的那个标准已经非常的远了。我生命一直往罪那个方向走，怎么走回来啊？怎么走回来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走回来。所以这里的经文说，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，使我们全部的人都可以转向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十字架那个方向，就是他为我们死的那个方向，就是他救赎我们的那个方向。你相信吗？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为自己
转这个方向，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得着了这个福音的确据跟盼望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为我们所爱的人愿意付出很多，牺牲自己原本可以拥有的一些权利。有的人甚至会为了别人牺牲生命。通常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你所爱的跟你所要照顾的人身上。神非常的爱我们，他就用主耶稣为我们代替我们承担那个走向死的后果，可以转向那个永生的盼望，而且一次且永远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们一起来读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为人死，是为那个圣人死吗？是为那个一定会做好事的人死吗？不是，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活在那个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是在我们还在跟人没有办法和好，没有办法饶恕我就是讨厌他的时候，甚至在我们还在做那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了。有一个主教他这样写说，我们一起读：有人说这世界不可能有一位爱人的神，若真有这样一个神，他会从天上往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必会心碎。基督徒转眼看十字架，说他的心却曾破碎。当我们转眼看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众人心碎的时候，我们以为神没有看见。众人在心里面那个孤单、绝望、黑暗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情况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害怕，我们的骄傲的时候，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的心曾经为我们破碎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这里有一长串很长的经文，我就读后面的说：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死。他不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走向那个死亡的道路，那个罪的结局，就是与神隔绝。他愿意的是我们能够相信，而且转向这位爱我们的神。所以他说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你愿意相信，神就让你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性。在哥罗西书2章15节，他也有讲到，我们一起读：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因为十字架让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中，让我们在困境、在绝望的时候，仍然有一个选择的可能。这就是十字架上的恩典。那这个恩典呢，它带给人有什么呢？什么样的恩典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来读：担当了罪的刑罚，当了罪的刑罚。就像人呢站在法庭上面，原本是我犯罪的，
对，是我。但耶稣来了，他就站在这位置上，被钉十字架，我就成为那个没有罪被释放的人。罗马书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。第二个，他说到粉碎了罪的权势，一起读：粉碎了罪的权势，不再做罪的奴隶，却要称为神的儿女。这在罗马书3章24节也有讲到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是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就白白的可以往那个生命有盼望的地方去。接下来呢，他除去了罪的玷污，一起读：除去了罪的玷污。耶稣代替了祭物，献上一次永远的祭。在旧约当中，这群犹太人按着上帝的心意，当他们不合神心意，犯了律法，犯了罪的时候，他们要献上牛，献上羊，献上各样的动物，而且是杀掉这些动物，他们流出的血代替自己献为祭。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，他用自己就代替了那样的祭物，而且这是一次永远的祭，让每一个人，你只要相信，你就可以在神的里面除去了这个罪的玷污，不再活在那些自责、痛苦，我就是不好，我就是糟糕。神不是用这个眼光在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。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，是用耶稣的血，借着人可以相信，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我们想说，我做的事情啊，大家都不知道啦，怎么可能可以被饶恕呢？神清楚明白知道我们内心的景况，知道我们曾经做过的每一件事情，而且他用他自己换我们能够不要活在过去的这些阴影，过去的这些痛苦，过去的这些代价当中。最重要的，他消除了罪的阻隔。我们一起说：消除了罪的阻隔，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。哥林多后书5章19节说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托付了谁？我们。再说一次，托付了谁？我们。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因着他的血，我们可以让自己不仅是与人和好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？我们会先跟上帝和好，按着上帝的真理，将这样的生命活出来。在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很多的人，特别是很常在阅读圣经、在查经、在研经，或者是在神学院当中，它里面会说到说，罗马书好像是一个论文，好像是一个神学思想的大成，的确它都是。可是最刚开始的时候，保罗他写这封书信，是为了一间教会，他们能不能够走出去传福音？为什么这样说啊？他当时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他要去宣教。如果弟兄姐妹记得的话，我们的教会对外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？宣教的教会，是不是？我们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
保罗在当时的罗马教会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期待，要向每一个他所接触的人，不论他是外邦人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，还是他是边缘人，他都要向他所接触的人去宣讲这个福音的大好消息，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，十字架到底代表什么意义。但是面对这些已经认识福音的弟兄姐妹，他在这封书信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在教会当中，跟我们如今一样，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办法将福音传出去呢？因为我们对耶稣的死这件事的相信不够相信。在罗马的教会里面，这群外邦的基督徒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就像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人会进到教会来，越来越多的人会走出教会去传福音。但是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没有更新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冲突。我应该是要用这个方式来敬拜才对，我应该是要用这个方式来说这才是对的小组，我应该是要在这我就是想要这样做，那个服事太多了啦，少一点啊，我在旁边看就好，反正大家都会做嘛。各样的声音在教会当中，接着是什么呢？开始讨论这样的规定到底对不对啊？好像教会变成是一种在律法当中要这样子才合神心，要这样子才合神心意。保罗把大家都安定下来，告诉他们说，不是你在做那个很棒的事情，很棒的服事的时候，你就得着这福音了。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啊，还在讨论，还在抱怨，还在八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将这样子的恩典，主耶稣基督就将这样子的恩典赏赐给每一个人，使每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。我们可以在我们没办法选择的时候，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有了新的可能。他需要将耶稣的死讲得很清楚。应该说，耶稣为我们死，是为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堪的事死，是为我们以为无法挽回的过去死，是为我们还活在罪中，活在骄傲的状态下死。他的死是为了要挽回你还有我，不让我们在罪中痛苦、焦虑、发怒、自责。你愿意吗？愿意经历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为他活吗？在我们今天唱的第3首诗歌里面，他有个歌词这样说：主，我爱你，生命献上给你，为你而活，生命才有意义。主，你为我而死，我只愿为你活，不会放弃，永远不分离。在读这个歌词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不会放弃，永远不分离，有可能吗？我不可能，但神可能。是神他永远不放弃我们，他不让我们在那个困境当中，他邀请你跟我将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最深的问题，那个没有办法放下的，没有办法饶恕的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
让每一个人可以因着他的死，将这些痛苦、难过、黑暗，跟着十字架一起钉死。在接下来下礼拜的时候，要经历复活节。我们所经历耶稣的死，是经历救赎，经历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些绝望的，要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。而复活的意义是在告诉我们，生命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，他向我们见证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从死里复活。我邀请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成为我们的敬拜。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经历它，常常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因为我刚刚举过那个例子，我们的心里面所相信什么，我们一生的果效就会从当中来生出来，做出来，会结出那个实际的果子。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你可能会问说，那我的心该相信什么？我要说，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。但我们如果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走入那个计划当中，的确我们就失去，就可惜了。可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放弃我们，他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有再一次的机会，就是有再一次的可能性，就是有再一次说，主我愿意，我可以，你带领我。或许你会说我不可以，我不会，没有关系，就是让主耶稣来带领我们。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神。我就是不能明白，你为何不会松开手，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，你还爱我。我总是不能想象，我总是无法想象，耶稣为我死在十架，我的罪如此的深，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。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当我们说今天是棕树主日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在高喊说何撒那何撒那的时候，或许下一秒我们就是那个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的人。但即便如此，主的恩典就是他要用自己换我们的生命，换我们这污秽不堪的生命，换我们这自卑又骄傲的生命。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再次将自己献上，再次将自己带到神的面前。
主啊，你告诉我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？主啊，你告诉我我是谁？主啊，你告诉我我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我相信上帝要告诉你，他乐意将你要的答案告诉你。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的宝血为我们流，使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一起开口来向你祷告，一起开口来向你赞美敬拜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。主啊，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，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就是要证明主你对我们的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老我，放下我们那些没有办法克服的。主，我们愿意是依靠你，靠着你来得胜，靠着你向罪来夸口，靠着你向罪来得胜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做这美好的工作。我们要继续的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说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。或许对你来说，认识主就是今天。脱离的一切，他要拯救你脱离那些一切的不配。你爱何等甘甜，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。主，我爱你，生命献上给你，为你而活，生命才有意义。主，你为我而死，我只愿为你活，不会放弃，永远不分离。东离西有多远，我的罪全赦免。天与地有多高，你的爱也多大。再次来宣告，东离西有多远，我的罪全赦免。天与地有多高，你的爱也多大，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。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，我是如此不配，你爱何等甘甜，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。主，我爱你，生命献上给你，为你而活，生命才有意义。
起来祷告，我们领受上帝的赐福，就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已经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只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好的领受主的医治、主的赦免、主的供应。愿主耶稣基督，你在十字架上舍了生命，胜过死亡的权势，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你的爱遮盖了我们的罪。天父上帝，愿你的爱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借着主所赐的圣灵，叫我们用信心来倚靠主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我们就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。让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医治充满，你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也赐给我们成为你赐下恩典蒙福的管道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坐下之前，跟你旁边住说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。